歡迎大家返嚟我哋嘅頻道，呢度專門揭露最真實、最尖銳嘅世界真相，撕破主流媒體刻意掩蓋嘅遮羞布。今日我哋要嚟深度拆解一場震驚全歐洲，喺全球各大社交平台掀起軒然大波嘅電視直播事件。一個赤裸裸嘅真相，一巴狠狠刮喺金錢傲慢面上嘅耳光，亦係對嗰句說話最深刻嘅證明。錢可以買到一身名牌，但永遠買唔到骨氣同教養。僅僅係幾句高高在上嘅說話，一個被媒體捧上天嘅中國精英女人，就令到全法國嘅錄影廠為之震驚。但佢嗰種不可一世、自鳴得意嘅笑容並冇維持得耐，短短幾分鐘之後，就喺電視直播出街，全球幾百萬雙眼睛望住嘅情況下，佢當場出醜，啞口無言，面如死灰，喺全世界面前醜態百出。近年嚟，歐洲最頂級旅遊勝地嘅版圖正經歷緊一場戲劇性嘅大洗牌。好多人以為嚟自香港嘅遊客呢個曾經該傲嘅東方之珠，而家正面對住歷史性嘅經濟波動合同前所未有嘅移民潮正慢慢消失，而填補呢個空缺嘅係一股新勢力，腰纏萬貫，揮金如土，自以為有權喺任何地方佔領同做皇帝嘅中國大陸遊客。佢哋堅信，只要打開銀包，全世界都要跪喺佢哋腳下。就喺呢個敏感時刻，一位嚟自中國巨型旅遊集團嘅女高層被邀請上法國電視台，佢手揸大量經濟數據，趾高氣揚，用最刻薄嘅說話嚟嘲笑香港嘅停滯。但係佢萬萬諗唔到，一位經驗老道嘅法國老記者已經為佢設下一個完美嘅陷阱。憑住一份機密調查報告同一班歐洲前線服務業人員嘅真實控訴，一個令人震驚嘅真相，一個令人羞愧嘅陰暗面被徹底曝光，瞬間將錄影廠內嗰種囂張嘅氣氛撳到死一死。喺今日嘅影片入面，我哋會帶大家深入呢場激烈辯論嘅每一個細節，每一次交鋒，我哋會一齊拆解點解世界會對香港人嘅品格同文明程度咁致敬同讚賞，就算佢哋正承受住巨大嘅經濟壓力。同時，我哋亦收集咗大量國際網民嘅爆炸性反應。睇到影片最後，你就會真正明白一個地區嘅軟實力到底喺邊度。俾我哋將時間推返去上個星期五晚，光之城巴黎嘅市中心，喺法國國家電視台豪華嘅錄影廠入面，黃金時段王牌討論節目 Ludwig Vendition 進入最後倒數，準備做 live 直播。現場氣氛緊張到好似拉緊嘅公弦一樣，閃光燈打喺每一張充滿算計嘅面孔上。節目嘅主持係擁有30年經驗嘅資深記者皮埃爾杜波雅 Pierre Dubois， 佢被譽為法國新聞界嘅老狐狸，問題尖銳得好似剃刀咁，隨時準備撕破任何嘉賓嘅面具。而坐喺佢對面，坐喺尊貴客席上嘅係中國最大線上旅遊集團環球巨龍旅遊嘅歐洲市場戰略副總裁真理 Jane Lee。 真理身穿一套價值連城，喺巴黎純手工定製嘅高級高定時裝 Haute Couture， 身上嘅鑽石首飾閃閃發光。
佢嘅眼神散發出一種傲慢到極點嘅自信，一種完全唔掩飾嘅野心，就好似佢啱啱買起咗成間電視台咁。節目一開始，皮埃爾背後嘅巨大 LED 螢幕就彈出咗一張令人震驚嘅圖表，兩條走勢線畫出咗兩個完全相反嘅命運，好似一出現代悲劇咁。藍色線直線插水，代表去法國嘅香港遊客數量，由2019年嘅高峰跌到2025年，跌咗足足40%。相反，紅色線就以一種粗暴嘅姿態，直衝上天，代表同期中國大陸遊客嘅數量，暴升咗2.5倍。皮埃爾微微向前傾，眼神平靜但銳利咁望實嘉賓。李女士，你點樣分析呢個劃時代嘅轉變？呢個正正係真理等咗好耐嘅時刻。佢完全唔掩飾自己極度得戚嘅心情，嘴角勾起一抹居高臨下嘅冷笑，輕輕掃一掃身上名貴嘅裙擺，然後大聲宣布：杜波雅先生，呢種現象一啲都唔出奇，呢個係歷史嘅必然裁決，亦係我哋大陸創造經濟奇蹟嘅最有力證明。你哋知唔知？去到2025年，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嘅 GDP 已經逼近50萬億美元。呢個代表啲咩？代表我哋已經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而家全球40%嘅奢侈品市場都係由我哋中國人撐起。就喺上年，喺你哋嘅香榭麗舍大道，淨係一個中國家庭，一個晏晝買嘢就碌咗80萬歐元，掃清晒啲名店。歐洲嘅旅遊業如果冇咗中國遊客，肯定會餓死，完全癱瘓。講句唔客氣嘅說話，就係我哋嘅金錢養活緊你哋呢個老態龍鍾、殘破不堪嘅歐洲經濟。每字每句都充滿住傲慢、炫耀、高高在上，仲帶住陣陣嘅銅臭味。但皮埃爾一點都冇退縮。呢位老練嘅記者等佢滔滔不絕講完之後，輕輕轉咗個方向，問咗一個表面聽落好似無殺傷力，但實際上係引爆核彈嘅問題。咁對於香港，一個曾經嘅亞洲四小龍，你對佢哋嘅跌勢有咩睇法？就喺嗰一刻，真理嘅表情出現咗戲劇性嘅變化，嗰種外交式嘅笑容唔見咗，取而代之嘅係好似獵食者望住落難獵物一樣，冰冷而刻薄嘅眼神。香港，我好樂意講下佢哋跌得幾咁慘，因為佢哋嘅衰落，正好係最完美嘅背景，用嚟襯托我哋耀眼嘅光芒。佢把聲夾雜住毫不掩飾嘅鄙視。畫面上，香港嘅經濟指標連環閃出紅燈。真理揮一揮手，語氣強硬到好似讀緊一份針對香港人自尊心嘅起訴書咁。香港而家正處於佢哋歷史上最悲慘嘅經濟泥沼。曾經威風凜凜嘅東方之珠，而家仲剩返啲咩？大規模嘅移民潮，嚴重嘅人才流失，仲有喺絕望中抖唔到氣嘅年輕一代。90年代，香港經濟叱咤全亞洲，但而家呢？增長停滯，市民嘅生活成本越嚟越黐線。你哋知唔知香港嘅樓價有幾恐怖？嗰度嘅年輕人要住喺納米樓劏房，得嗰幾十尺，逼到好似飛蛾咁。佢冷笑一聲，
拋出具體數字嚟踩多兩腳。而家香港一個普通打工仔嘅入息中位數，大約係每個月2萬蚊港紙 HKD。但係要去一趟巴黎旅行，包埋機票、酒店同洗費，最少都要3-4萬港紙。即係話，佢哋要不吃不喝2個月先去得起。對佢哋嚟講，踏足歐洲已經變成一個遙不可及嘅奢侈夢想。生活嘅壓力榨乾咗佢哋，令到佢哋要慳住使，極度克制所有消費慾望。真理嘅鄙視甚至指向香港嘅核心根基，佢哋嘅教育同社會，就連佢哋自以為國際化、抄襲西方嘅教育制度，而家都已經過時。一個充滿壓力、僵化嘅教育體系，社會矛盾嘅爆發，基建老化，加上全球最快嘅人口老化速度，所有呢啲因素已經徹底剝奪咗香港人嘅生存能量同走向世界嘅渴望。佢哋喺歐洲絕跡，係呢班等緊衰落嘅人嘅必然下場。當真理講完之後，成個錄影廠陷入咗一片死寂，靜到令人窒息。佢嘅邏輯聽落好似好鋒利，冷冰冰嘅數字直擊觀眾眼球。金錢、收入、購買力，一切似乎都支持緊佢嗰套殘忍嘅論點。有錢就大晒，有錢就可以做世界霸主。而香港人已經正式被踢出全球遊戲，但係有一樣嘢係真理，呢種暴發戶、拜金主義者永遠都唔會明白嘅。嗰樣嘢叫骨氣。錢可以買到頭等艙機票，但買唔到幫你開機艙門嗰個人對你嘅尊重。老練嘅記者皮埃爾完全冇被激怒。佢靜靜地望住放喺台面嗰沓厚厚嘅文件，佢嘅手輕輕觸摸住封面。一場震驚四座嘅反擊，一場撕破浮誇數字背後醜陋真相嘅好戲，正式開始。皮埃爾清一清喉嚨，聲音沉穩但耐力深厚，瞬間撕裂咗嘉賓嗰種囂張嘅氣場。李女士，非常感謝你發表咗一篇充滿數字嘅演講。無可否認，你哋嘅經濟擴張非常驚人，你哋灑喺歐洲嘅金錢亦都係天文數字。佢停頓咗一秒，眼神好似你都咁直刺真理。但係女士，由幾時開始，旅遊業嘅價值，或者擴大啲講，一個文明嘅價值，係淨係用銀包嘅厚度嚟衡量嘅呢？真理面上嘅笑容僵住咗，佢精心化妝嘅眼入面閃過一絲不安。喺成個節目入面，呢位中國精英第一次咁教導場面開始失控。皮埃爾將手持嘅文件高高舉起，對住鏡頭大聲宣布：各位觀眾，我哋嘅獨立調查團隊用咗整整6個月時間，喺歐洲7大主要旅遊城市進行咗一次深度暗訪行動。我哋嘅目的唔係去數錢，我哋嘅目的係去聆聽一直喺歐洲服務業最前線工作嘅人員嘅求救聲。我哋收集咗327份深度心理報告。真理急不及待咁向前傾，企圖打斷皮埃爾，死撐住自己嗰層虛榮嘅外殼，把聲開始變得尖銳。等等，咩調查？抽樣方法客唔客觀？定係又係西方針對我哋亞洲人嘅偏見同抹黑？你哋有咩資格去批判？
皮埃爾等緊嘅就係呢句。佢冷笑一聲，將嗰種武力嘅反抗一掃而空。你唔需要擔心公唔公平。我哋嘅調查團隊經過極度嚴格嘅篩選，完全隨機。更重要嘅係，我哋嘅團隊成員精通英文、普通話，同埋特別精通廣東話 （Cantonese），即係香港人嘅母語。我哋有母語級別嘅翻譯專家，確保唔會有任何文化差異上嘅誤解。仲有，為咗擊碎所有關於種族歧視嘅指控，受訪者當中有1/3正就係喺歐洲做嘢嘅亞裔員工。最有趣嘅係，喺最初接觸大陸遊客嗰陣，絕大部分服務業人員都非常羨慕你哋嘅財富。佢哋一開始係完全冇任何負面偏見嘅，佢哋真係好期待你哋嘅到來。佢用力翻開一頁紙，紙張嘅聲音喺安靜嘅錄影廠入面顯得特別清脆，但結果呢？喺327個受訪者入面，有高達298人，即係壓倒性嘅91%，給出咗令人毛骨悚然、完全吻合嘅證供。統計學上稱之為絕望的共識。呢啲證供描繪出一個殘酷嘅現實，一個赤裸裸嘅真相，徹底捏碎咗你頭先畫出嚟嗰個我哋有錢所以受歡迎嘅完美幻想。佢證明咗，唔係話你周街派錢，人哋就會歡迎你。真理嘅面色開始發白，名貴嘅化妝品已經掩飾唔到佢逐漸蔓延嘅慌亂。佢戴住鑽石戒指嘅雙手開始緊緊握埋一齊。與其由我嚟講，不如等當事人自己出聲。皮埃爾向工程人員打咗個手勢，大螢幕上嗰啲枯燥嘅圖表消失咗，取而代之嘅係羅浮宮壯麗嘅長廊。一個掛住名牌，叫做菲臘馬田 （Philippe Martin） 嘅中年男人出現咗。佢滿面倦容，神情憔悴，眼神充滿陰影。佢係一位喺巴黎做咗15年嘅資深導遊，同時亦係一位亞洲文化同語言專家。呢個唔係一個普通嘅訪問，而係一個嚟自服務業谷底、充滿無力感嘅嘆息。我由2015年開始專門帶大陸團。馬田先生嘅聲音好沉重，好似拖住石頭咁。老實講，一開始我哋全部人都好開心。我哋聽聞過嗰啲無限額嘅黑卡，聽講過佢哋買嘢唔睇價錢嘅習慣。我哋以為遇到咗金礦，以為佢哋係歐洲嘅救星。但係，天呀，只係帶咗短短1個月團，嗰個黃金美夢就變成咗我職業生涯中最恐怖、最噩夢嘅經歷。菲臘馬田直視鏡頭，眼神充滿無奈，將陰暗面逐一揭露。第一樣令我哋精神崩潰嘅係時間觀念，簡直係零。約好朝早9點喺酒店大堂集合，9點半先得小貓3-4隻出現。有啲日子去到10點先得3分，一人慢慢行出嚟。當我問佢哋點解遲到，你知唔知佢哋講咩？佢哋理直氣壯，一點都唔覺得羞恥咁話。我慢慢食緊早餐，我掛住買多個手袋，我化妝未搞掂。尊重集體，尊重別人嘅概念，喺佢哋嘅字典入面係完全唔存在嘅。佢哋當其他人嘅時間係垃圾。坐喺錄影廠嘅真理咬實嘴唇，咬到幾乎出血，
嘗試微弱地反擊，嗰啲只係個別例子。邊個國家嘅遊客冇啲冇質素嘅人？你唔可以一竹篙打一船人。但皮埃爾冷冷地舉手示意佢收聲。影片繼續播放，將嘉賓逼到埋牆角。馬田先生嘅語氣變得極度憤怒，雙手激動地揮舞。遲到只係冰山一角。佢哋嗰種無法無天先係最恐怖。喺羅浮宮入面，有啲區域係拉起咗封鎖線，為咗保護人類幾百年歷史嘅藝術傑作。但佢哋呢？為咗影張自拍擺上網炫耀，佢哋面不改容咁跨過條絨毛繩，甚至踩上個台度。當我用普通話苦苦哀求佢哋退後，話咁樣對文物好危險嗰陣，佢哋怒啤住我，指住我塊面鬧：有咩咁大陣仗？我哋係 VIP， 我哋俾咗錢，我哋讓起你哋㗎。佢哋以為自己啲錢可以買起埋文化遺產。錄影廠嘅氣氛跌至冰點。導遊嘅每一句說話就好似大鐵錘咁，將真理頭先精心粉飾嘅上流外殼抌到粉碎。聽覺上嘅折磨更加係難以忍受。馬田撳住個頭，面容扭曲，就好似嗰啲嘈音仲喺佢耳邊回響緊咁。羅浮宮嘅空間本來係需要絕對嘅寧靜去欣賞藝術嘅，但就被佢哋變成咗個亂糟糟嘅街市。佢哋由街頭大嗌到街尾，國際遊客不斷向管理層投訴。就喺上個禮拜，一對嚟自德國嘅知識分子夫婦忍無可忍，直接行過去對住佢哋鬧：呢度係藝術聖殿，唔係魚市場。你哋對藝術連最基本嘅敬畏之心都冇㗎，甚至喺嚴格禁止影相嘅區域，佢哋依然舉起手機，閃光燈閃個不停。保安出聲勸咗，佢哋就大吵大鬧，死撐，點解唔俾？我喺第二度都影得啦。喺展出維梅爾名畫嘅畫廊，有個女遊客甚至舉起自拍棍，爭啲吉穿幅戴珍珠耳環的少女，純粹為咗打卡呃 like。馬田嘅控訴轉向另一個場景，將恐怖程度推上頂點，去到高級米芝蓮餐廳又點，直頭係一個戰場。照嘢食嘅聲大到拆天，碰杯聲震耳欲聾。好似喺大排檔飲酒咁大聲嗌飲杯，嘢食跌到成地都係。食完之後，啲碗碟推到亂晒龍，紙巾直接丟落地下，甚至有人攞張高級台布嚟抹嘴。我每日返工都係一場消耗生命嘅戰爭。我哋所有導遊都有一個共識，見到啲貼士係幾開心。但我哋嘅精神健康已經被摧殘到無法挽救。呢種金錢嘅報復實在太殘忍。聽到呢度，真理塊面已經冇晒血色。一開始嗰種傲慢同自信已經蒸發得無影無蹤，走得一乾二淨。佢嘅眼神開始避開鏡頭，雙手死死抓住張台邊，震到停唔到，試圖揾一絲反駁嘅希望，但喉嚨已經僵硬。真相太過赤裸，太過詳細，太過令人羞恥。然而，記者皮埃爾仲未使出最後一擊，佢啱啱只係撕破咗面具，而家先係致命一擊嘅時候。各位觀眾，皮埃爾嘅聲線變得柔和，帶住一種特別嘅敬意。一切似乎已經將歐洲嘅服務業人員
推向抑鬱嘅邊緣。直到一個奇蹟出現，呢個奇蹟嘅名字叫做香港人。一聽到香港兩隻字，真理打咗個冷震，由脊骨寒到落腳趾尾。佢隱約意識到，對佢嗰種傲慢嘅真正審判，而家先正式開始。最殘酷嘅對比，即將展現喺眼前。畫面上，導遊菲臘馬田嘅神情突然變得柔和，嘴唇露出一絲溫暖嘅笑容，眼眶泛起一種難以言喻嘅感動。我到死嗰日都唔會忘記嗰一日。馬田把聲充滿珍惜。嗰日，我啱啱帶完一個大陸團，覺得好崩潰，直頭想遞信辭職。經理分派咗一個嚟自香港嘅長者團俾我。老實講，當時我個腦充滿住最壞嘅偏見。我心諗，又係亞洲人，今日肯定又係另一個人間地獄。我行去羅浮宮廣場集合點嘅腳步，重到好似綁住幾噸鉛禁。我個腦不斷閃過啲負面畫面，佢哋實會遲到啦，實會大吵大鬧啦，實會隨地吐痰啦。錄影廠靜到一條針跌落地都聽到。馬田嘅故事牽動住每一個觀眾嘅呼吸。約定時間係朝早9點，吸取咗慘痛教訓，我咬定佢哋最快都要10點先齊人。點知當我8點55分行出地鐵站嗰陣，一個超越我想象嘅畫面映入眼簾，我成個人呆咗，企喺度喐唔到。馬田哽咽咁繼續講。香港團全部25個團友，佢哋已經齊晒人，一個都冇少，而且佢哋排成一條不直嘅直線，安靜咁企喺度等我。馬田形容得極之仔細，令觀眾完全可以想象到嗰個寧靜美好嘅畫面。冇人講嘢大聲，冇人開住大喇叭播歌。佢哋用廣東話 Cantonese 傾偈，音量壓到極低，細聲講細聲笑，完全唔會滋擾到路過嘅遊客。一個年紀比較大，着得企理斯文嘅男人，睇落似係領隊，見到我行埋去，即刻上前。佢用帶有少少口音，但極度努力同真誠嘅法文，微微鞠躬同我講：你係馬田先生嗎？今日真係麻煩晒你，多謝你陪我哋遊覽。真真正正嘅眼淚流過呢位老導遊嘅面頰。你哋明唔明嗰種感覺？就喺佢講嗰句說話嘅瞬間，我成個月積壓落嚟嘅疲憊、委屈、辛酸，全部煙消雲散。我震驚咗，為佢哋嘅善良震驚，為佢哋嘅禮貌震驚，為香港人身上嗰種西方教養同東方謙遜嘅完美結合而震驚。馬田沉醉喺佢嗰個奇蹟一日嘅回憶入面，行去搭地鐵嘅路上，完全唔使人提，佢哋自動自覺行成兩排，貼實行人路邊緣，留出空間俾當地人過。行入地鐵車廂，佢哋絕對保持安靜。團入面後生啲嘅人，理所當然咁企起身，面帶微笑咁將座位讓俾巴黎嘅老人家。呢個畫面同前一日另一團人為咗爭位坐而推推撞撞、粗野無禮嘅情景，簡直係天淵之別。入到博物館，佢哋嘅風度更加係另一個層次，係文明同野蠻嘅分別。馬田強調，企喺名畫前面，當其他團嘅人為咗影相而推撞擠迫嗰陣，
呢班香港人主動退後一步，佢哋將空間讓俾其他人睇先，佢哋將雙手放喺背後，安靜咁用對眼去欣賞藝術，而唔係用手機鏡頭。佢哋100%遵守所有唔准影相嘅告示。佢哋對藝術嗰種誠心敬意，連我呢個法國本地人都佩服得五體投地。馬田繼續講述午餐時嘅事，每一句都直擊真理嘅要害。喺餐廳，眼前嘅畫面再次令我感動到眼濕濕。食嘢之前，佢哋會向端菜上嚟嘅侍應微微點頭講多謝。食飯期間，佢哋用刀叉非常熟練同優雅。傾偈嘅音量只係啱啱好同台嘅人聽到。佢哋好小心，唔會破壞餐廳浪漫嘅氣氛。食完之後，佢哋自動自覺執好自己嘅垃圾，將刀叉整齊咁擺喺碟上，將餐巾摺好放喺台面。起身嘅時候將張凳推返入去。嗰日負責招呼嘅法國侍應後生仔跑過嚟捉住我隻手講：菲臘，天啊！我喺度做咗10年，從來未 serve 過咁有教養、咁有 class 嘅客人。然後最催淚嘅一刻嚟啦！馬田把聲震住咁講：去到黃昏，我哋喺酒店門口道別。團入面一位太太行埋嚟，雙手遞咗一張細細張嘅心意卡俾我，上面用端正嘅字體，用字唔算完美但充滿誠意嘅法文寫住：非常感謝你今日咁精彩嘅導賞，全靠你，我哋喺巴黎度過咗難忘嘅一日。睇住呢啲一筆一畫，盛載住滿滿真誠嘅文字，我嘅眼淚真係忍唔住流咗落嚟。馬田用一句直插暴發戶心臟嘅說話作為總結：前一日，我收到嘅係無休止嘅投訴、指使，同埋嗰啲自以為有錢人嘅白眼，但今日，我收到嘅係香港人發自內心嘅感激。呢次經歷令我深刻反思，到底旅遊業、文化交流嘅真正價值係咩？錢可能好重要，但互相尊重、理解、感恩之心，仲有做人嘅品格，呢啲先係無價寶。面對一個將啲錢掟落你塊面，但係不斷踩你嘅人，同一個消費適度但俾足100%尊重你嘅人，呢個世界到底真正歡迎邊個？答案已經寫喺牆上。大螢幕熄滅，錄影廠陷入無盡嘅寂靜，除咗真理急促嘅唞氣聲，一啲雜音都冇。佢完全失咗聲，面色灰過鑊底。頭先仲喺度指指點點，充滿權力嘅雙手，而家只可以震騰騰咁互相緊握住擺喺台面。呢位中國精英口中嗰套建立喺金錢之上嘅完美邏輯，已經被徹底粉碎。喺幾百萬歐洲觀眾面前，被踩到一文不值。佢嘅驕傲被剝到精光，露出一個空洞、暴發戶式、令人可悲嘅靈魂。呢份報告，呢段證供，已經超越咗單純嘅旅遊糾紛或者文化差異。佢直擊人性嘅弱點，直擊一個人最基本嘅品格。佢係一把響亮嘅耳光，證明咗你使幾多錢，都永遠掩蓋唔到你人格上嘅貧乏。你唔可以揸住沓美金，就去買一個做冇文化野蠻人嘅特權。你唔可以以為自己有錢，去到邊度都要做皇帝，無視規矩，
踐踏其他人嘅尊嚴。呢段 Ludovic Vendition 嘅節目片段播出之後，瞬間喺網絡上引發咗一場海嘯，由小小嘅巴黎燃燒成一場全球大辯論。西方各國嘅網民徹底爆發，一面倒地撐香港人。我哋一齊睇下 Twitter 同 Reddit 上面一啲極具代表性嘅留言，睇下呢場 drama 燒得有幾猛烈。一個叫做 Parisian 嘅法國網民留言，攞咗幾萬個 like。天啊！馬田先生講出咗全巴黎服務業人員嘅心聲。我哋真係頂唔順嗰啲嘈喧巴閉、冇禮貌嘅大陸客啦。香港人帶嚟嘅嗰種善良、溫和同寧靜，比嗰啲帶住輕視意味嘅貼士有價值1000倍。對唔住，法國歡迎文明，唔歡迎冇教養嘅黑卡。嚟自德國嘅 Hans Munich 好激動咁話：遵守規矩，尊重社會秩序，唔滋擾別人，呢個係我哋德國人嘅核心價值。所以，我對香港人嘅行為完全共鳴。物質上富裕但精神上貧乏，永遠都只係學人扮上流嘅暴發戶。呢件事證明咗 GDP 高唔代表你係一個受人尊重嘅國家。英國網民 Sarah London 嘅嘲諷簡直係一針見血。望下真理睇片嗰陣個死人樣，真係大快人心。真係以為有50萬億 GDP 就可以買起全歐洲？去旅行係為咗體驗文化、學習，而唔係去滿足自己大鼻嘅虛榮心。香港人，即使佢哋而家面對緊政治同經濟上嘅難關，但佢哋嘅西方教育根基、開放思維同國際視野，依然係一個極高嘅層次。大陸要追幾個世紀都追唔上呀。一位喺美國嘅亞洲留學生亦留言：作為一個亞洲人，我真係鄧李女士感到羞恥。一個經濟強國如果冇文化、冇品格，行出國際舞台，永遠只會換嚟人哋背後嘅恥笑。學下香港人啦，佢哋嘅高貴係留喺骨血入面，體現喺最微細嘅言行舉止入面。各位觀眾，特別係正喺度睇緊呢條片嘅香港朋友，解開軟實力呢條方程式嘅答案，其實就喺呢度。嗰個代表中國精英嘅女人，可能喺某些數字上係啱嘅。冇錯，香港可能正經歷緊經濟上最黑暗嘅日子。市場萎縮，樓價高企，年輕一代壓力爆煲，社會變動令到好多人要含淚離開獅子山下嘅家鄉。佢哋可能已經唔再係巴黎名店入面出手最闊綽嘅一群，但係香港人守住咗一樣無價之寶，一樣冇任何經濟圖表，冇任何印鈔機可以製造出嚟嘅寶物。嗰樣嘢叫香港人嘅骨氣同素養，顧及他人感受嘅同理心，對當地文化嘅深度尊重，真誠嘅感恩之心，仲有達到國際標準嘅優雅風度。呢班獅子山下嘅兒女，無論走到天涯海角，無論身處咩逆境，佢哋依然將呢份自尊同品格帶喺身上。佢哋幫全世界，亦幫金錢嘅傲慢上咗最深刻嘅一課。金錢可以為你帶嚟擴張，但只有文明，只有做人嘅品格，先可以為你贏得真正嘅尊重。一個真正強大、令人敬佩嘅地方，絕對唔係一個出產，去到邊度俾人嫌棄到邊度，
俾人祈求佢哋快啲走嘅人嘅地方。一個值得該傲嘅地方，係一個孕育出善良、文明嘅人嘅地方。佢哋去到邊都會受人喜愛，而當佢哋離開嘅時候，人哋會真心希望可以再次同佢哋相遇。香港人，你哋可能正喺風雨之中前行，但喺文明世界嘅眼中，你哋從來冇，亦永遠唔會衰落。Class is permanent。多謝大家收睇今日呢條火花四濺嘅影片。你哋對金錢嘅傲慢同骨氣嘅力量有咩睇法？歡迎喺下面留言，記得冚 like、share 同 subscribe， 咁就唔會錯過我哋頻道下一場震驚世界嘅大踢爆。下次見。